如果唔覺，你咁相信呢度係大略鹽步嗎？好似闖進咗宮崎駿嘅漫畫世界。今日嚟到咗鹽步一舊雲公園，由6棟永平舊廠房改造成嘅最新網紅打卡店，目前仲喺度建設緊，好快就會免費開放，等大家過嚟打卡啦。除咗舊廠房改造，佢哋仲將糧倉改造成網紅咖啡店，將傳統同現代結合，真係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過嚟打卡。呢個都係鹽步老龍1432其中嘅一個改造項目。項目仲包含咗酒廠、康樂新居、雙城記、鹽步直街等9個改造提升工程，每個地方都好好出片啊！鹽步省佛通渠仲係第一條連接廣佛嘅陸路，今次改造保留咗相關嘅歷史記憶，過嚟打卡嘅同時，仲可以感受鹽步嘅歷史文化氣息。喺老龍公園裏邊，仲藏住一艘593歲嘅老龍，每年端午前仲有好神聖嘅起龍儀式。而家老龍公園都全新改造，新增咗好多打卡點，可以過嚟嘆翻一下下午茶，盡情影大片。呢個國慶，如果你仲未諗好去邊度玩，不妨過嚟鹽步行下啦。